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中原地產盈海分行 Elvis， 今日嚟到馬鞍山烏溪沙站上蓋，同大家睇一個銀湖天峰嘅賣盤。咁我企緊位置咧係一個7座低層 A 單位啦，實用面積1000尺嘅。咁開則咧以一個3房1套1儲物室，仲要有工人套嘅。咁大概感覺轉頭同大家睇。咁我企緊呢個位置係一個客飯廳位置啦，客飯廳長形開則。咁見到入邊個內部咧係非常之光鮮光猛嘅。咁我另外最中意咧就係呢邊嘅景觀。景觀啦，我哋旁邊咧就望到馬鞍山嘅山景啦。咁另外我哋遠處咧仲要望到海嘅。而家同大家睇下大概感覺啦。好，事不宜遲，同大家睇下單位。我企緊呢個位置係一個客飯廳位置。咁前邊呢個位置咧就係大門口位置啦。咁客廳咧闊咧大概4米啦，而個深度大概6.7米左右，係一個長直型開則。景觀就向翻一個向東嘅西貢景觀。咁右手邊咧就係望翻去馬鞍山山景啦。旁邊呢個位置咧望到海星灣嘅海景嘅，景觀係超開揚嘅。咁見翻業主啦，其實一開始就用翻自己嘅原裝嘅磚地啦，見到入到嚟非常之光猛光鮮嘅。咁牆身咧都係自己做咗啲特色牆，迎合翻自己嘅感覺。咁大門旁邊咧有一個鞋櫃嘅，全高入場鞋櫃。咁擺位嘅地方咧非常之足夠㗎。你見到鞋櫃都非常之高，係啦。如果冇需要做擺其他雜物都 OK 嘅。咁飯廳旁邊呢個位置咧係廚房位置。咁廚房咧以一個兩邊嘅開則啦，備餐區係尚可以足夠嘅。咁爐頭咧都係保持翻原裝嘅西門子爐頭、焗爐，同埋我哋叫做微波爐。雪櫃咧就轉咗第二個牌子，有需要自己再更換啦。咁廚房旁邊呢個位置咧係工人姐姐房，姐姐房亦都有自己嘅套廁同埋淋浴間嘅。好，接住嚟同大家睇下房型啦。左手邊呢個位置咧係一個儲物室位置，可以當做書房啦，有冷氣嘅。咁第一間睡房都係望翻一個向東嘅景觀。旁邊呢間房大細相若，都係放到3尺半床，放到書台同埋細嘅入牆衣櫃都冇問題嘅。景觀都係望翻一個向東嘅開揚景觀。鏡頭一轉咧，呢個位置係浴室位置。浴室呢個雖然係黑廁，但係咧佢本身咧亦都有自己嘅抽風系統，都尚可以嘅。最後同大家睇主人房。主人房咧一定係咧做到個3邊落床嘅，景觀係超開揚，做翻個曲尺窗，遠處望翻一個海星灣嘅景觀。每日朝頭早望出嚟就係呢個感覺，非常之舒服。咁業主咧亦都做咗大量嘅入牆衣櫃啊，4櫃3都足夠擺到冇問題嘅，深度都足夠。嚟到主人房浴室位置，都係保持翻當日交收標準，有浴缸同埋淋浴間。另外呢個廁所係有窗嘅。最後，如果大家想睇樓，歡迎預約我啦，我係 Elvis，拜拜。